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5章17节到37节。其实，整段圣经是马太福音5章17节到48节，在登山宝训是一个完整的单位。耶稣在这里先提到自己对律法的态度，然后呢，他接着连续说出了6个例子。他说的六个例子就是更大的义。他用对例句的说法，你们一向听见古人说，我却告诉你们。他用这种对立的说法，这种说法在耶稣的讲法，在当时会引起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那个律法是出于上帝的口，结果竟然有人说我告诉你们，哇，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等一下我们来谈为什么会这样的说法，就会揭露出耶稣的身份。那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读的是5章17到37，是一共6个对立句里面的前面4个。那耶稣在讲的义，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一段圣经呢？它的背景是这样：因为当时骄傲的法利赛人，他们很嫉妒耶稣特立独行，而且就污蔑了耶稣这个人违背了摩西的律法，煽动百姓一定要把耶稣唾弃。所以耶稣就讲了6大对比，来证明他是成全律法，而不是废除律法。当然，马太福音在写的时候，他们的团体也面临了主后70年那个拉比的犹太教，他们认为你们这些基督徒简直是离经叛道。所以马太要呈现的耶稣，不是一个废除律法，是一个热爱传统、重视传统。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讲这句话刚好合乎当时大部分那些经师就是文士的主张。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好，从这段经节以后，我们先来看到底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什么人啊？耶稣讲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个实在的希腊文是阿们，阿们哈。那这是耶稣特有的用法。那马太一共出现31次，那约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约翰出现了25次。你知道耶稣讲这句话对以色列人觉得太可怕了，因为先知在讲上帝的话语，都说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我讲的话是上帝的灵感动我，所以这样说。结果呢，耶稣竟然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表示耶稣讲的话就是上帝在那里面讲。所以耶稣呢，比颁布上帝十诫的摩西更伟大。他是上帝智慧的化身。马太福音11章19节，来到人间启示上帝的奥秘。马太福音11章27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听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把上帝的心意讲出来。好，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来聊第2方面。那到底耶稣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先了解犹太人怎么看摩西五经。律法就是摩西五经的教训、诫命跟规则，他们把它归纳起来，总共有613条。365条是禁令啊，一年365天不能做这，不能做这，不能做，好，对不对？然后呢，248条是你要应当做什么，所以就产生了2种律法观，一种是非常虔诚的，像法利赛人，那种很虔诚，他们整天紧锁说，我不能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摸，不能犯戒不能犯戒，所以他们说谨慎的远避禁令，不要去做。他们用这个来衡量信仰的素质，然后来这样的人好不好？四四方方，对不对？走路都走直角，对不对？眼睛没有不敢乱飘，对不对？然后非礼莫视，
是不是？然后整天注意洗手，然后呢，他们出去走路的时候，安息日可能走到哪里，所以他们要算，哎，安息日万一假设能够走4公里，你知道你走2.1公里的话，回得了家吗？你就离到家里200公尺那边，你又不能进去，因为你已经把扣打用完了，他会很辛苦。所以这种守法的人哦，他们把律法当作重恶了，重恶的台湾叫压给啦。压给了，那个很像那个枷锁状啊，严守规戒，整日忧心忡忡，提心吊胆啊，对别人就整天你犯戒了，了解吗？整天都你犯戒了，上帝不爱你了，上帝恨你了，上帝讨厌你了，我整天在这样子，结果这个人就变成小心眼，畏首畏尾，提心吊胆，然后这个心胸就很狭窄，整天毫无喜乐跟自由，所以他就整天怎么样，让人家活得很痛苦。有没有这种牧者啊？有啦，让下面充满罪恶感，他就很有成就感，了解吗？我整天让人家觉得很痛苦啊，他很痛苦，他就很喜乐。他说这个有这种牧者也是很辛苦。好，第二种人呢不一样，第二种人的律法官是认为上帝的律法的希伯来叫托拉，托拉的意思就是指标跟指导。上帝要指导我们通往幸福之路，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上帝要我幸福，要我走向美好，哇，那上帝的律法我越遵守越美好，了解吗？他就很喜乐，他觉得说我很以你为荣，这是因为我爱上帝，所以我就爱他的律法，因为律法是我聆听上帝说话的管道，而且是我悔改归向上帝，上帝已经欢迎我走在他的正道上。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在爱中心甘情愿的去做必须做的事，因为爱的驱使会比那个规定的做的更多，对不对？如果像宜林啊，你就规定你先生回家就要先抱我，然后再 kiss， 然后再摸摸我头发，你回去做，来，做到了没有？这个人做你怎么没有？只有这边没有那边，两个人就做得很无可奈何。但是如果出于爱的，那就很美，对不对？被规定都很痛苦啊。前面是律法让你痛苦跟重担啊，第二种律法说律法是爱跟爱慕，这两个不一样啊。请问你对上帝的话是哪一种？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耶稣的律法观。耶稣的律法这个蛮特殊的，他发现这两点都没有错，是光谱的两个极端嘛。光谱的两极端真理在左端吗？还是在右端？还是夹持两端？这样听懂吗？请问神是爱，还是神是公义的？你是具有上帝的形象，那么尊贵荣美，还是你是有罪人，是有罪性？都有啊，了解吗？是不是？所以这两面嘛，所以耶稣基督认为这是光谱的两面呐。光谱两面，耶稣怎么说呢？来，他说他是认为这个上帝的那个信仰跟律法是动态的，所以是丰富的，是多彩多姿的。所以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跟先知，我不是要废掉，我是要成全。”所以耶稣不废掉第一种律法观，第一种律法观就是要严格遵守。耶稣认为虔诚守法是合理正当的，但不是按字面，不是死点点的啦，这样了解吗？不是死板板的，这一板一眼的，对不对？这种人是强迫症啊，有没有这种人啊？有，我这一生遇到好多这种人。我坐哪里？他说：“不行，牧师转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呢，手要放下，我就放下。就是整天这样，他这样他就高兴，律法主义，这摆来摆去，对我而言呢，做这样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的，随便你高兴就好了。这种人，他就把那个枝节末尾的，就是严格遵守。可是耶稣不是，耶稣说我们要虔诚遵守，这是正当的。但是要按照耶稣的理解去，按照律法原本的精神好，第二个，耶稣不但尊重律法跟先知，而且要使他成全，所以这是第二种观念。成全就意思是说，不要在外表上、形式上，或者只注重那些小细节，而深入律法的核心意义，然后从内心激起的委身爱上帝。然后呢，怀着敬爱的心，对神
敬爱，然后对人怜悯，然后呈现出旧约律法的丰富。所以耶稣说这些，那这是很美的。耶稣最后接着他解释说所以无论如何废掉这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要被称为最小的。好，耶稣呢用一个最小的和最大的这对比，它是一个用象征的丰富的语言。换句话说，耶稣强调在天国里面，你的教导跟你的行为这两个是要合而为一的，对不对啊？教育界里面有多强调嘛？榜样在教导之先嘛，对不对？身教重于什么？言教嘛，好，对不对？环境的教育也重于你整天对人的催逼嘛，要言行一致。所以耶稣说，认为要进天国的人，因为你已经有份于天国，所以你要活出来，把上帝的旨意活出来，而且活了行出来以后，又要教导别人啊，大家一起做。所以耶稣他教导门徒不要批评那些抨击那些律法主义的，而要趋向第二种律法观。所以耶稣就讲6种。好，那接着我们来反省第3个，这3个前提把了解的有更大的义。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意思说，我们的义要超越他们。好，我们来了解义这个名词哈。义这个名词不是因信称义的义啊。马太的义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周连华牧师2个孩子，一个叫做求国，一个叫求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啊，这些东西都加给你。我前几天才知道他还有老三，他的老三叫做求德后面的就可以得到了。好，那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救恩，我们要做忠诚的回应。所以经师跟法利赛人，他们在耶稣的时代被认为是义的标准。他们能说善道，但断章取巧，言行不一，专做表面功夫。马太福音23章讲了很多，所以他们不能活出信仰的深度。他们如同那个掩耳盗铃一样，也会把耳朵捂着，然后呢拖那个铃声叮叮当叮当，他听不见，对不对？自我感觉良好，有没有这种人？有了。所以你看呢，有些牧师用1个小时讲道，1个礼拜用167个小时打他嘴巴，有没有这种传道人？有。所以你知道那个圣奥古斯丁说，只有2种人可以讲道，一种人就是把上帝的道读了、领受了、遵行了、活出来，这人有资格讲道。如果照这样的话，我大概都没办法讲，那怎么办呢？以后我就失业了。那他说还有一种人，他说听了上帝的道，很想做做不到也做不来，在上帝面前一直认罪悔改哀痛，然后求主赐给他力量恩典，能够做到。他说这种人也可以讲道，我大概比较接近第2种人。好，我们虽然圣经读完了，我们就开始来了解这3个前提以后，我们就来反省怎么应用。好，耶稣基督讲到了更大的义。来，我们来看第一个21节到26节，论宽恕。律法上说不可杀人的这禁令是在出埃及记20章13节，这是第6诫嘛，对不对？可耶稣说，你们听见愤怒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禁令是要保护生命的尊贵性，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生命是这么尊贵，以至于人若赔上自己的生命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好，所以但是耶稣说，把这个禁令加上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拉加就是傻瓜啦，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魔力就是起笑呀，疯子啊，这个难免受地狱之火。好，那我问大家啦，难道耶稣喜欢把上帝的律法一直加吗？不是，我们了解一下，耶稣禁止向弟兄发怒，因为动怒是什么？是谋杀的根源，对不对？动怒就发现跌嘛，是不是？那我常常鼓励做弟兄的要遵守3从4德，哪4德你知道吗？太太出门要等得，发脾气要忍得，动怒要忍得。
买东西要舍得，发脾气啊，最后一个人生日要记得。树德就是太太出门爱淡定，啊，买物件爱看定，发性地爱论定，最后先爱记定。啊，因为发怒是谋杀的根源。耶稣基督指出你知道我们跟弟兄在团体里面动怒、辱骂、讽刺、贬义、羞辱，这些发怒起来，这是罪恶的根本原因。杀人是外在的行为啦，里面的愤怒跟恨，这才是。所以耶稣不是要增加条文啦，是加重负担啦，而是要教导弟兄相爱、友爱，姐妹友爱，而且尊重个别差异。如果一个人用不尊重的态度来指责人、羞辱人、贬义人，然后最后怒气内映出来，就是谩骂嘛，就辱骂嘛，就羞辱嘛。那这样的话导致无法安宁，所以这样子就受地狱之火。那我们要想说，奇怪，骂人家傻瓜、疯子，骂人家这样子，怎么跟杀人双重并论呢？其实耶稣基督他不只关注我们外在的行为，也知道也要检查我们内在的动机，更注重我们的心之火会燎原，所以那个防微杜渐。你知道吗？一个小小的舌头能闯大祸，心之火可以燎原，对不对？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身堂的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这是雅各书第3章第8节。所以骂人、羞辱人、贬义人是起点，最后的终点是造来杀人。所以耶稣基督做的是什么？不是在治病，而是防患未然。并且耶稣基督不是在最后说时要求我们培元固本，相爱尊重这个观念。所以这样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骂人家笨蛇啦、什么叛徒啦、垃圾啦、废物啦、疯子啦，不可以用言语伤人，因为你把人家贬义到那个人觉得他自己没有价值嘛。你有没有发现，要自杀的人、忧郁症的人都喜欢讲说什么？我在这世界没有用啦，这世界多一个没意义啦，少一个没关系啦，当然讲这样的话，就是想自杀请问说要自杀的人会不会自杀？我们都错了，说要自杀的人一定自杀了解吗？你讲不要搞我别嘎啷嘛，他在发信息，所以我们以前在防卫那个自杀的不是这样而已还有呢，假设我喜欢摄影，我的摄影器材400-500万。我突然有一天，我交给杜依林，了解吗？我说我这器材都交给你了，其实那意思就是要自杀了。譬如说，如果我现在在龙华堂牧会，我突然跟林老师说：“林老师，你要回来了，你回来这个教会要交给你的。”你知道，我可能要跳楼了。就是要自杀的人，就是把工作、职务、把最爱的东西，了解吗？交给别人，那是自杀的信号了。一定要防微杜渐所以有些人是被羞辱，被那不要嘛？请问用言语杀人是不是杀人？借刀是不是杀人？一样嘛。我不杀伯伦因我而死，所以耶稣就讲的是这个。好，耶稣就进一步讲说，如果你在祭坛献礼的时候向弟兄怀怨，把礼物留着，先去跟弟兄和好。这个全世界浸信会这样做，浸信会他们要守圣餐的时候就夫妻要两个兄弟姐妹一起上来如果那个帅哥，如果你要来圣餐就你太太说，你昨晚骂我还没有跟我和好，那你就不能领圣餐，了解吗？要下去跟他认罪。他说，我把立了他才可以带你上来，这样了解吗？他会是这样子我临传道要出来，林师傅说，你昨晚都没有给我 kiss， 害我整晚都没有睡好。假设啦，你都没有给我抱，你什么对我冷落了那你就要赔不起他浸信会是有这样强调，如果没有弟兄相爱，你就不准那个。所以我们的圣餐礼文里面前面讲说什么？我若立志与人和睦，有没有？你与人亲爱和睦，而且遵照神的旨意，悔改，我才可以领圣餐，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主动的寻求宽恕，不要在奉献跟对上帝的热忱里面掺杂着别人的做主。这样了解吗？他说这不是寻上帝所爱的，不是上帝所爱的。我认识一个
弟兄跟我讲说，他实在是，我说你为什么离开那个教会？他说我实在不能不离开啦，因为我在坐在那里，那个传道人没办法讲道了。他借我的钱哦，还有打我的会，还有什么，还有给我买什么东西没有还钱，没有给钱，什么。他说他坐在那里，他说算了，那个是很有名的名目，很大的传道人，教会几千人。他说算了，我换教会好了。他意思就是说，耶稣这是告诉我们，你会发现耶稣不讨论对手是否有错哦。而是发现你的弟兄有事反对你，你就有义务主动跟他和好。凸显耶稣核心的教导就是喜爱忍耐胜过献祭，马太福音9章13节。所以耶稣要求我们，不只是心里不要动怒，不要仇恨人，而是当我发现有人对我不以为然的时候，我应当去和解。当你去和解了，对方还是不理，那是对方的问题了。好，第三个说，你的对头在路上的时候，你就赶紧跟他和好。那这里还福音的故事哈，他认为人与人的爱啊，第一个他都一直提升了，从动怒已经提升到那个献祭啊，这里提升到哪里？法庭的诉讼，弟兄之间不要诉讼，要和好。好，所以这些，而且讲到迫切性，要赶快和好。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奸淫跟诱惑，27节到30节。其实耶稣在讲家庭关系跟两性关系。不可奸淫这个禁令是第几诫？第7诫。好，出埃及记20章14节，申命记5章18节。可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耶稣基督不只讲身体的奸淫是外在的结果，他更注重心灵的态度、心灵的洁净。所以要我们远离不合上帝的情欲，不要陷入任何自私邪念。其实这里耶稣基督是把第10诫合在一起的。第10诫就是不可贪婪嘛，不可贪婪别人的妻子啊、房子啊什么什么，这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耶稣用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宝贵啊，眼睛是灵魂之窗，眼睛是保护我们不会跌倒的啊。如果眼睛反而让我们跌倒，我们就知道这是眼目的情欲嘛。请问大卫有没有膝盖老蛇啊？太阳平息的时候应该献晚祭嘛，因为参加晚祷，结果他自己绕跑，就这边看到人家洗澡啊，不应该看的。看第一眼不是罪啊，看第二眼就是罪了。然后等根钉子，那就是什么？了解吗？而且要把他叫过来，叫过来罪上加罪，然后再过来，哇，就一直溜线理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跌倒的时候，就挖掉。哦，这怎么很恐怖啊？因为眼睛所见左右我们心灵所向往，对不对？如果看的内容是高善的、健康的，你的心灵就高善健康啊。如果心灵呢，眼睛一有看的邪念的，心里有邪念的。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哈，诗歌奉献全身为你们说：至今以后，限我眼睛不看非礼之物，限我耳朵不听非礼之言，限我口不出非礼之声，限我心不动非礼之念啊，这些。心的纯洁，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善库里面取出善来，恶人从恶库里面说出来。所以要生活成全成圣，就要注意心灵纯洁。心灵纯洁就要管好我们的眼睛，断绝犯罪的机会。眼睛是心灵之窗，好，所以耶稣说，你的眼睛是身体的灯。几时你的眼睛纯洁，你的全身就光明。如果邪恶，你全身就黑暗。这是路加福音11章34节。然后耶稣又用讲右手，因为右手是比较便利嘛，好，一般人都右手比较便利啊，砍下来就扔掉。好，耶稣要我们挖眼砍手，并不是要我们自残呐，真的不是要我们自残呐。你知道有一个神学家哦，古代的一个神学这么伟大的神学家，他说为天国自严，他就真的把它割掉。哎呀，欲任神功，必先自宫。
他自宫以后他圣经读得很熟，说啊，糟糕，我换不回去了。这圣经读熟了，有时候不对，所以因为他自宫以后，他就不能因为身体残障，就不能被安立为牧师啊，痛苦啊，就这样子。所以读圣经不要那个照字面，耶稣基督不要我们自残，那是象征的语言，不宜按字面解释，是指的我们要对抗罪恶，要果断，对不对？拒绝各种试探，必须做巨大的牺牲。就我们来说，可能要断绝某些关系。我有一次去屏东对那些吸毒犯布道嘛，一天接触3000多个人，然后有几个快要出去了，下礼拜要走了，下礼拜就要那个的，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你出去怎么？他说我出去，我的朋友接我在门口。我说那些什么人？他说吸毒的人。我说吸毒的人再接你去，那一定倒了嘛。我说你的儿女呢？他说儿女寄到他们家里。我说你要不要去穆恩之家或者去晨曦会？不要，我那个你看，所以有时候要断绝某些关系嗜好，不然的话就会上升，甚至到地狱之火。所以耶稣基督用摩西不可奸淫，他禁止意淫贪恋，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情欲私欲。注视妇女是起点，奸淫是终点；右眼右手是起点，全身掉到地狱是终点。所以耶稣要我们防微杜渐，好，就不要去做那个。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在讲男性叫男性。他说那个男性实在是乱来，所以耶稣基督你看他保护那些弱势者。好，第三个禁止离婚，我们来讨论一下来。你知道有人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叫他做淫妇。人若娶了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你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是《申命记》20章1到4节，他说到，如果女性、男人看到妻子有不合理的，就是说你实在受不了、看不惯不合理的，那你就可以跟他离婚休妻。那个律法师就解释了，有一个叫 Hillel 学派，一个叫小麦学派听上帝的话语，他说不行，这个是指的奸淫，只有奸淫可以。好，那 Hillel 说，只要他做饭煮饭煮要伤烂，不要。主要伤青烧过了，要给死我不要，了解吗？所以一个小细节，这个不要了。早期是只要我看不惯你，我就叫你回去。你知道，所以摩西就对他们心硬，就要他们去写具体的事实，然后找邻里长来作证，他确实有没有不要再污蔑人家。然后呢，耶稣基督。他对婚姻的神圣，其实他看出来他是比较是小麦学派的。他说，如果你的妻子没有犯奸淫，如果这样犯奸淫的，那这已经世上分类了。没有犯的话，你不可以休他，他在保障妇女保障弱势者因为妇女回去的时候，以前的女人怎么工作没有工作就变成只有当妓女，不然就是当乞丐没有工作嘛如果回娘家，娘家的父母又死了，又不能靠，那还得了？所以耶稣要保障。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对于妇女弱势的是在保护这个。好，我们来看禁止发誓，那个第33节到37节，那个耶稣基督不准人家发誓的原因是，耶稣提出一个积极的命令，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若再多说，是出于那二者。所以我们常见到的诱惑就是心口不一譬如说，我们想拒绝人就说：“哎呀，我很忙对不对？对不起，我很忙我没空。我身体不舒服。”其实哪里有？还有我们会说白谎嘛，对不对？白谎就是善意的谎言或者言过其实的大话，惹是生非的闲话，言不由衷的套话。还有无心实践的空话，讲了这么多的废话，这些其实就是那个可是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到马太福音12章36节到37节说，
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人，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人。哦，我在想到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一直起鸡皮疙瘩，一直发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常犯的，然后每天被师母、被孩子矫正，我说很有福气的。如果被会友矫正也很有福气的。啊，就赶紧认罪嘛，对不对？啊，不要在那强辩了。每次我强辩，我就收割了。好，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才需要用上帝的名发誓嘛，以证明的可靠嘛。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喜欢讲话，就说我老实说，表示他前面讲的都不老实，对不对？是不是？他讲的话都不老实啊。所以耶稣禁止发誓，其实跟天国来临有关，因为天父言出必行。而且绝对真实，绝对忠信，所以他要我们效法天父，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些好，整段圣经的结论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不只看一个律法的遵守，他要进入律法的核心，注意我们动机，要防微杜渐，要从心里面来认识。所以呢，我们要立志遵行上帝的旨意。作为生命的标准、生活的标杆、脚前的灯，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不杀人，消极的；要维护人的生命，积极的；更要维护人的尊严，让人家活得很有意义，活得很喜乐，对不对？那我的文化这一点哦，实在太糟了。文化都喜欢羞辱人嘛，对不对？你知道台湾人以前叫自己的孩子叫什么？哦，实在很难听，叫那个碰斗爹命，听懂吗？碰多个爹命就是饥荒而死了，饥荒到了肚子，现在只有非洲才有了，有没有？哎，有没有人叫他看本鸡啊？盖本鸡的，就是没有人给你收尸体啊！啊，我的西罗崩啊，头雷龙就死在路旁被狗咬走。哦，这讲这种话都很不好。那现在人不要文雅，你们都没有听过这种话的了。不要知道啊，骂人家叫孩子一个丢西给他接，你知道丢给接是鸡全部死光光，了解吗？啊，丢西在接就得什么？瘟疫哦，对，得了流行病这样哦，那个很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要讲这些，而且反而要祝福，不要用口来祝福，让人家觉得跟你在一起好有意义，活得很自在。这里的尊敬人，要节制，不要去愤怒，不要对愤怒让步啊，不要走上暴力之路。那个行为暴力已经很糟糕了，言语暴力更不好，然后心里面充满暴力都不好，所以。要废除内心对暴力的念头，所以献上礼物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献上礼物，所有弟兄姐妹都很感恩，而不要说哦，你献上的东西是 A 我的。你知道我一个同学你知道吗？他在冬令救济，我读大一的时候，捐了7个毯子，很被学校表扬，记大功。那7个毯子都是同学里面睡觉的毯子被他 A 走的。哇，实在是好荒谬，很荒谬，这个是不是？所以我们跟弟兄和好，才能够好好的服侍主。不要以为律法只是禁止奸淫，其实要我们守节心清，连思想也要洁净。好啊，不要再强调发誓要真的是连誓也不要花。我们话说是就是非就说非，用人格去保障啊。这里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心口如一、表里一致、前后一致的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一定可以成为光，成为盐，可以吸引更多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求你施恩怜悯，帮助我们放下心中的不满跟仇恨，愿意学习宽恕，让别人跟自己都得到平安跟自由释放。主啊，也帮助我们用纯洁的心，毫无杂念的服侍主，让我们服侍主守节心清，也让我们把我们这些主你的律法内化，而不是死守规条，也恩待我们，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言语和让我们心中的思念、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纳。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